2026年下半年美股最強更新版。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嘅。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個 Patreon。咁今日係2026年嘅7月18號。好明白咧，過去一個星期啦，大部分嘅美股散戶咧都經歷咗唔開心嘅一個星期啦。因為今年嘅散戶外股啦，SNDK 啦就由高位嘅2354蚊啦，就跌到星期五嘅1350蚊嘅，咁跌幅咧差唔多成40% 嘅。咁散戶其實又唔需要太擔心，因為本集內容咧將係用八字同埋奇門咧講，即係解釋 SNDK 喺2026年嘅下半年咧係最強嘅美股嚟嘅。咁點解 SNDK 咧係7月咧會滑鐵盧咧？咁我哋睇下 SNDK founder Sanjay 嘅八字先。因為佢係月木人啦，咁生喺午火食神月嘅，咁主要咧就由戊土包圍，咁係典型嘅食神生財格嘅，咁係喜食傷火生財啦，即係土啦，咁今年係食傷年份啦，有利股價嘅，咁但係點解7月嘅月尾月咧會股價大跌嘅咧？正正就係因為流月咧嘅月尾即係月木比肩啦出現咗啦，而爭奪咗佢嘅財，咁大家其實唔需要擔心嘅，因為之後嘅流月啦係丙申、丁酉同埋戊戌，咁其實已經係唔見咗比劫㗎啦。咁而且仲有財星嘅出現，咁相信股價之後咧係會有回升嘅。咁呢個睇法咧其實亦都係同我嘅奇門朋友睇法係一致嘅。咁所以咧各位散戶咧就唔需要傷心啦。